在世事難料的森林，尋覓理想事，越向着青春走遠，越容易孤單。你可有發現？我由細到大，我冇父愛喺我當中嘅。但係當我冇父愛當中，咁上天又俾咗另外一樣嘢，我俾咗我一個好好嘅媽媽，或者俾咗一啲好好嘅家姐我咯。擇友嘅條件其實就冇乜嘅，即係任何一個人咧都可以做我嘅朋友啊，只要佢願意。一齊咗5年零8個月。其實有一啲嘢你冇你都可以生存到，但係有你會更加完美咯。而家我都經歷咗過咗一段需要佢嘅時期，咁其實唔需要再去諗呢啲咁假設性嘅事。完咗 DSE 之後，我相信會有更多時間去投入小福啦。入營座度咧，我係好熱切期望去參加嘅。如果係真係講適合嘅唔會分開，如果係唔適合嘅亦都唔會喺埋一齊。我覺得未必一樣唔開心嘅嘢，而係原來可能係有機會俾自己揾一個更加適合自己嘅人。